嚟深圳玩嘅你哋真係有福啦！假期想嘆下創意料理，咁呢間就啱晒啦！主打炭火西餐同亞洲融合菜嘅 Bristol 餐酒館，目前就喺福田翠園中心同南山嘅來福士廣場都有分店㗎。兩間鋪頭我都有去過，無論係想同朋友聚會定係自己放空下，都勁有格調啊！燈光柔和嘅空間，行入餐廳，柔和偏昏暗嘅復古燈光，即刻令個人靜落嚟，空間感十足，令人覺得好舒適啊！光線啱啱好，影相打卡一流。今次就試咗佢哋嘅雙人套餐，南瓜湯嘅質地幼滑細緻，南瓜甜香同奶香味 perfect match 啊！建議不理暖粒粒超開胃啊！烏龍茶清新消暑又解渴，阿拉斯加長腳蟹肉鮮甜 juicy，啖啖都係享受啊！黑松露蘑菇意粉，奶油好 creamy 啊，個意粉都好香，仲有油甘茉莉茶，解膩嘅作用，仲有好多嘢試㗎。兩間分店都勁近地鐵站，交通極方便啊！快啲 PM 我拎深圳美食懶人包啦！親身體驗過，覺得又有氣氛又好食，假期嚟深圳玩唔好錯過啦！